台中鹿成宫杭溪妈祖绕境今仔早起起驾，这活动有22天，是全台湾一个上界长的绕境活动。沿路会经过11个区116个里，按算4月19暗时回家。另外，这标日通宵白沙屯妈祖呢，今年5月初2要往北港进修。庙方表示讲呢，到昨下晡呢，已经超过9万人报名了。在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的呼叫之下，杭溪妈祖正式起驾，展开为期22日的绕境行程。日到早起来到台中乌日区，受到信众热烈欢迎。当地顶头前来迎接妈祖銮轿，也会入去庄内为当地信众祈福。杭溪妈祖绕境18庄，今年正值第204年，那是全台天数上长的绕境，也将会经过11个行政区116里，天价也是自驾强庙，阁是达到99座。庙方表示，除了维持传统以女性光轿的方式，今年有计参与人次也会创新高。延续204年的台湾无形文化资产，这是国家级的国家级的文化资产。另外，伫苗栗通宵供天宫的外口，人店也是摆卡等，这拢是准备要报名白沙屯妈祖的香灯卡。没差啦，要拜拜要对啊，无罪都蛮欢喜，值得啊。怎么说？值得，保佑你一年平安啊。庙方表示，到礼拜下昼完成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9万，有计今年的人数会创新高。白沙屯妈祖起驾日伫5月初1起驾，有计会以计平均的方式，36点钟左右去北港，呼吁信众爱责任，更较爱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